在地前来到台南仁德区的成功里218项，有一片趴远的空地啊。当地里长甲市议员联手整理，即卖将做218赢公园。啊，当地出名的大恩牛13爷，即卖嘛住伫个公园内底，将做当地新景点。 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市仁德区成功里的218营的公园，因为日本时代是军事营区，后来变成园地，发真侪杂草，造成在地人的困扰。经过里长的整理，加上民意代表争取正式启用。那未来也是会继续持续增加我们这第2期的绿美化。 这个公园即摆已经变成民众散步运动的好所在，里长嘛专工种真侪花。我种遐侪花，就是希望讲花期若来顺会当互来大家来遮赏花。另外，这只赤牛啊13爷，即摆嘛生活伫218营的公园，咱乡亲若来过公园，嘛使甲伊互动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